由最初打敗北宋、欺凌南宋嘅金朝，到之後揮軍南下，入關建立清朝嘅後金，女真人似乎始終對中原大地抱有強烈嘅覬覦之心，心懷統一天下嘅宏圖壯志。宋朝時期，佢哋未能成功，但400幾年之後，佢哋最終實現咗目標。呢400年嚟到底經歷咗啲咩變故？當初女真人點解冇成功崛起？而到咗明朝末期，佢哋又係點樣強勢復興嘅呢？女真人呢個名源於宋朝時期，當時北方嘅契丹人建立咗遼國，而遼國人將鄰近嘅金國人稱為女真人。為咗避開耶律忠真個名入面嘅真字，女真人曾經一度被稱為女直人。直到耶律忠真過身之後，女真人嘅稱呼先至恢復原狀。如果追溯到更早嘅歷史，女真人嘅源流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嘅新石器時代。不過喺嗰個時期，佢哋並唔係女真人，而係屬於肅慎族。肅慎族早喺好耐之前就已經存在。早喺堯舜禹時期，肅慎族每年都向我國進貢，同我國嘅祖先建立咗深厚嘅聯繫。由於肅慎族嘅居住環境限制，佢哋嘅農業發展進程極之緩慢，幾乎冇人將精力投入到農耕生產上，因此佢哋只能夠靠畜牧業為生。由於冇牛羊，佢哋只能夠飼養馬匹同豬隻，平時亦都透過打獵嚟維持生計。到咗商周時期，封建王朝同肅慎族嘅關係依然延續，佢哋仍然向王朝進貢。但係雖然講咗咁多，呢啲人究竟由邊度嚟呢？經過後世嘅記載同考古勘探，人們最終確認咗肅慎族嘅生存區域位於今日黑龍江嘅中下游一帶。但係後續嘅調查揭示，東北好多地方都留低咗呢啲人曾經生存過嘅痕跡。不過黑龍江附近嘅痕跡就最為顯著，因此肅慎族被視為通古斯國族嘅始祖，其中亦都包括咗後來嘅女真族。肅慎一名來源於《史記》，《山海經》中亦都有記載。早喺春秋戰國時期之前，周朝就已經將肅慎族納入佢嘅勢力範圍。漢朝建立之後，肅慎呢個名唔再出現，取而代之嘅係一個叫做邑留嘅民族，而女真族正正係邑留嘅後裔。雖然唔清楚漢朝點解要將肅慎族個名改咗，但可以確認嘅係，邑留就係肅慎族。此後，肅慎呢個稱謂再次出現喺魏晉南北朝嘅史籍之中，呢樣激起咗人們對呢兩個名嘅好奇，並促使佢哋開始對其進行研究。目前普遍嘅觀點認為，肅慎族喺漫長嘅歷史進程中經歷咗分裂，邑留、肅慎以及南北朝後期嘅密吉族，都係由上古時期嘅肅慎族逐漸分化出嚟嘅唔同部落。我哋所熟知嘅女真族，正正係其中一支嘅後代。到咗隋唐時期，東北嘅密吉族逐漸演變為抹褐族，依然棲息喺東北地區，成為全國最捱得凍嘅民族。唐朝時期嘅繁榮發展，令到佢哋首次意識到民族呢個概念。由嗰陣時起，佢哋就開始認同自己係一個獨立嘅民族。唐朝滅亡之後，北方各民族逐漸崛起，其中最先嶄露頭角嘅係大遼嘅耶律阿保機，佢創立咗遼國，並同北宋、西夏形成咗三足鼎立嘅局面。遼國對女真人嘅統治極之重視，佢哋將一啲重要嘅女真人人物全部捉走，帶到其他地方安置，而其他女真人就繼續喺東北地區生活。契丹人認為咁樣做可以令到女真人群龍無首，但就冇諗到，正正係呢啲佢哋所輕視嘅人之中，竟然都能夠湧現出傑出人物。完顏阿骨打係金朝嘅創立者，喺佢嘅領導下，女真人喺今日嘅哈爾濱一帶建立咗大金政權。喺呢之前，
佢聯合女真各部同周邊其他民族嘅力量，成功推翻咗曾經一度強盛嘅遼國。遼國嘅高層無奈之下，唯有走佬去其他地方。與此同時，亞骨打亦都派遣使者同北宋建立友好關係，雙方從此開始互通有無。金朝滅遼之後，征服咗遼國嘅大部分疆域，其中就包括曾經被遼國控制嘅燕雲16州。北宋想趁機收復燕雲16州，但被金朝強力阻止，兩國因此發生衝突，流血事件接連發生，最終金宋聯盟宣告破裂。金朝同宋朝結盟關係破裂之後，金朝唔再掩飾自己嘅意圖，直接同大宋攤牌，明確表示大金嘅目標就係吞併北宋嘅領土。因此，金朝開始對北宋展開大規模嘅軍事進攻，並且一路勢如破竹。到咗第2年，金軍成功佔領咗北宋嘅都城開封，並且發生咗一個歷史上極之著名嘅事件——靖康之難。喺金朝大軍嘅猛烈攻勢之下，北宋嘅軍隊節節敗退，最終退到長江以南。隨後，大臣們推舉趙構登基為帝，趙構就係南宋嘅開國皇帝宋高宗。金朝同南宋之間被長江隔開，雙方冇辦法直接攻伐，於是達成咗一項協議，約定南宋每年支付一定金額以換取和平。當女真人同漢人喺呢度激烈爭鬥嘅時候，背後卻悄悄崛起咗一股強大嘅力量。蒙古人喺成吉思汗嘅領導之下，建立咗蒙古帝國，並開始咗征服亞歐大陸嘅壯麗征程。呢個時候，金朝嘅形勢變得極之嚴峻，一方面係遲遲無法征服嘅南宋，另一方面係迅速崛起嘅蒙古帝國。金朝仿佛成為蒙古眼中一塊等待被吞噬嘅肉。原本喺岳飛嘅指揮之下，南宋有望收復黃河以南嘅土地，極大地削弱金朝嘅生存空間。但係，由於一啲眾所周知嘅原因，最終呢個目標未能實現。喺蒙古嘅猛烈攻勢之下，金朝原本設國都於北京，如今卻被迫遷都到開封。最終，金朝喺南宋同蒙古嘅聯合進攻之下滅亡。金朝滅亡之後，南宋亦都難逃厄運。隨住南宋7歲小皇帝跳海自盡，南宋最終宣告滅亡。元朝建立之後，成吉思汗個孫忽必烈採取咗區別對待嘅策略，嚟應對遺留落嚟嘅女真人問題。即係話，喺東北出世、識講女真話嘅女真人，會被蒙古人當做係蒙古族嘅一部分；而喺中原出世、唔識講女真話嘅女真人，就會被視為漢人。因此，金朝時期遺留落嚟嘅女真人之中，超過一半嘅人被認定為漢人。由此可見，現今北方嘅好多人，實際上都或多或少有女真血統。元朝雖為我國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嘅統一王朝，但佢存在嘅歷史並唔長。由滅南宋到被朱元璋推翻，僅僅經歷咗89年。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，任命馮勝為大將軍，率軍征討北方殘存嘅元朝餘黨。元朝喺北方殘存嘅反抗勢力，唯有納哈出所率領嘅軍隊，佢哋把守住通往遼東嘅要道。納哈出喺元朝嘅忠誠世家出世，係成吉思汗身邊宰相嘅後代。佢原本應該為元朝奮戰至死，但喺朱元璋仲未建立明朝之前，納哈出就曾經同朱元璋有過一面之緣。當時，納哈出被朱元璋嘅大軍重重包圍，最終未能逃脫，成為咗朱元璋嘅囚犯。得知納哈出係元朝宰相穆華黎嘅後人之後，朱元璋為咗表達對穆華黎嘅敬意，決定將納哈出釋放。臨別嗰陣，納哈出做咗個約定，如果將來喺戰場上再相遇，可以唔再交手。命運真係神奇，納哈出最終都係同明朝嘅軍隊相遇。嗰陣時，
馮勝正侍奉喺朱元璋左右，當然亦都知曉納哈出嘅誓言。最終，納哈出自覺命運不濟，意識到憑自己嗰少少兵力根本冇辦法同明軍抗衡，不如直接投降。於是佢向明軍投降，朱元璋甚至親自任命佢為海西侯。納哈出一投降，東北地區就徹底成為明朝嘅囊中物。而呢個時候，唯一殘存嘅純正女真人就僅限於呢一帶。呢個時候嘅女真人已經處於高麗國嘅統治之下，儘管呢一切都係迫於無奈嘅。明軍收復被高麗佔據嘅領土之後，居住喺嗰度嘅女真人前嚟朝廷拜見，以表示效忠。後來，朝鮮國王因此寫信俾朱棣，提出希望可以歸還女真部族，但朱棣並冇理會佢嘅請求。於是，剩低嘅嗰支女真部族繼續喺東北黑龍江一帶生息繁衍，直至300年之後。喺呢300年期間，女真族人遭受咗極之嚴酷嘅壓迫，四面八方嘅人都對佢哋充滿蔑視。直到萬曆年間，努爾哈赤懷住為父報仇嘅決心，籌劃起兵反抗明朝。努爾哈赤喺背後統一咗女真3大部族，並兼併咗蒙古嘅一啲小部落，目的就係為咗增強自身嘅實力。當時機成熟之後，努爾哈赤正式發動反明戰爭，建立咗大金政權，史稱後金。隨後先後攻佔咗遼寧同瀋陽地區。但係由於長城嘅屏障，佢哋多次進攻都未能突破關內。呢個時候，努爾哈赤個仔皇太極已經掌握咗政權。呢個時候，明朝局勢都並唔安寧。李自成嘅闖王之軍攻佔咗北京，宣告咗大順政權嘅建立。而喺呢個關鍵時刻，負責防守嘅依然係明朝嘅將領吳三桂。李自成佔領北京之後，縱容部下士兵為非作歹，搞到吳三桂嘅屋企人受到傷害。呢一事件令到吳三桂同大順政權關係破裂，最終迫使佢投向後金。吳三桂決定打開城門，引清兵入關。清兵入關之後，迅速佔領咗成個中國嘅疆域，連台灣同其他島嶼都未能幸免。喺經歷咗康雍乾三朝嘅盛世輝煌之後，清朝逐漸步入衰退嘅軌道。隨住時代嘅進步，佢被其他國家遠遠拋喺後頭，導致我國經歷咗一個極之黑暗嘅時期。最終，清朝被革命軍推翻，留低咗遺臭萬年嘅歷史結局。